各位，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全部有結果，民主派攞到18席，建制派就攞到17席。其中喺港島區，公民黨嘅名單獲最高票，但未能夠令到排第2嘅陳淑莊重返議會。公民黨以陳淑莊排名單第2，成功爭取到70475票，唔但只能夠保送議會新丁，黨主席陳家樂入議會。邊啲黨有條件分拆名單？分拆完名單之後，大家睇下每一張名單個投票嗰個得票率嗰個相差，你就知道佢哋已經講緊個配票，唔再係講緊話係高效率，而家講緊係專業配票。我想問下泛民嘅朋友，我哋嘅選民基礎憑乜嘢去配票？一度擔心陳淑莊告急會吸走選票嘅工黨何秀蘭，雖然以31523票重返議會，但佢話心情沉重，因為民主派攞到係高票數小議席。比例代表制，中央去設計呢個制度，就係要嚟分化泛民，就係要嚟挑撥離間。但係我哋推動民主進程嘅人，其實唔應該俾呢個制度愚弄，大家係應該放下黨派嘅分歧。得票第2高係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，有40558票。民建聯分拆2張名單參選，配票策略成功。曾鈺成同鍾樹根分別以36517票同埋33901票當選。新民黨嘅葉劉淑儀亦都成功攞到30289票重返議會。一度話選情告急嘅工聯會黃國興以27336票爭奪到最後1席。無線電視記者羅若安報導。至於功能界別，除咗超級議席之外，全部有結果。其中資訊科技界上次落敗嘅莫乃光以近800票擊敗譚偉豪當選。莫乃光獲得公共專業聯盟支持，有泛民背景，而譚偉豪就被視為建制派。超級議席仍然係點緊票，7張名單爭5席。睇下選舉事務處嘅中期點票結果。暫時得票係最多嘅係涂謹申，而排名第2到第4嘅分別係李慧瓊、馮檢基同陳婉嫻。而排第5嘅係何俊仁，排第6同第7嘅分別係劉江華同白韻琴。呢一節立法會選舉消息先睇到呢度。